镜头来中国外交部长前讲6月25日后就唔捌阁出现。真侪重要的行程场合，伊唔是取消就是换人。中国官方是对外表示讲，伊是因为身体因素。毋过即马是有风声讲，伊是和电视台主播有爆出感情的纠纷。毋过嘛有人认为讲，伊是政治斗争了后风消失去啊。中国外交部伫11日记者会表示，外交部长陈刚无去印尼主办的东南亚国协的原因。秦刚国务院兼外长因身体原因难以出席此次系列外长会。网络流传法新社的记者10时伫记者会问陈刚的画面，王文斌是雄雄顿顿，尾也讲已经有讲相关的信息啦，都无爱阁回答。17几啊间外国媒体持续探问陈刚的下落，不过外交部拢无做出正面的回应，引起外界联想。陈刚消息伫公开场合已经超过3礼拜。7月初，欧盟外交官员本来按算要访问中国，这个见面的行程嘛去用取消。另外，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耶伦、气候特使凯瑞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地，因来中国的公开场合拢看无成功。上尾一届伊公开出现是伫6月25，伫北京甲越南的外交部长见面。迄一天嘛会见斯里兰卡外交部长，甲罗西亚副外交部长。为中国外交部的官方网站点入去，部长专区内底还阁看会到陈刚的相片。上尾一个活动的信息嘛更新到6月25日。陈刚今年57岁，伫2022年年底升做外交部长，今年3月阁兼任副总理等级的国务委员。外界形容陈刚的政治路，都袂输一回联机共款顺顺。陈刚雄雄风找无人。有风声讲，伊若像是伫外口有查某，也就是人讲双面间谍的凤凰卫视女主播鲍晓婷。毋过，阁较侪风声讲，陈刚是陷入政治斗争，包括气球案机密外泄，去互罗西亚情报单位掌握叛变的证据。而且嘛有风声讲，伊甲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袂合，伫政治斗争当中，互踢出习近平的信任圈。陈刚被消息的传言，伫中国网络是受到真大的讨论。中国当局并无使用审查机制。BBC 引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曾家英的话讲，这互网友对陈刚涉入风波的代志是愈来愈怀疑，而且会互规个事件愈看愈无袂清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